属于中国泛民主团体的网站致力于揭露北京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犯下的非人道镇压和同化。中共监控东突厥斯坦450万人的证据曝光，一名网友在推特贴出一张荧幕翻摄的图片，虽然有些模糊，但仍能看见监控人口等数据陈列。图中数据显示，监控人口4.47万5688，其中维吾尔族4.45万9687人，其余的29万7197人是哈萨克和柯尔克斯和其他突厥民族成员。一对来土耳其探望自己女儿的维吾尔族父母被中国当局判处20年监禁。谢米恰努尔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父母的照片，为他们作证。她说，她的父亲出生于1950年，是一名退休的人大干部；母亲于1952年出生，是伊宁市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他们面临的唯一指控是非法前往土耳其探亲，不顾他们年事已高，他们被判处20年的徒刑。世界多国领袖聚集日本大阪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大阪街头连续3天出现维吾尔、西藏与内蒙古、香港及台湾团体发起的示威游行，各方的统一抗议目标就是参加峰会的中共领导习近平。会前有400多名维吾尔人与日本支持者在大阪街头示威游行，呼吁 G20 勿漠视维吾尔人遭屠杀问题。前市委会主席热比亚说：“我期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G20 峰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2018年9月给安倍晋三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日本向中国要求关闭集中营。”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工地上，哈萨克族工人印社交媒体上的一幅图片殴打了阿拉伯工人。据报道，一名来自埃及的阿拉伯工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在该工地拍摄的图片，这引起了哈萨克人的不满。他们进入工地，殴打了一群工人，包括多名阿拉伯人。已逃离工地的阿拉伯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向同事和哈萨克斯坦人道歉。一连2日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周六下午通过首脑宣言《大阪宣言》后闭幕。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最终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称，在前任政府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将创造良好的增长环境，努力通过指出不平等现象，实现一个个人可以发挥其全部潜力的社